好，首先咧喺呢度好感謝中央人民政府同埋行政長官岑敖暉先生對本人嘅信任同埋支持。本人好榮幸咧喺過去一段時間裏邊咧喺檢察長作為檢察長咧嘅工作，獲得咧檢察院司法官同仁啦、司法輔助人員啦同埋行政人員嘅支持。亦都開展咗咧喺檢察院內部嘅一啲新嘅一啲嘅政策。推動內部嘅管理嘅一啲嘅改變，優化緊管理嘅系統，方方面面都進行當中。並且喺呢段時間讓我體會到咧檢察院上下咧係上下一心，包括喺上月推動嘅選舉投票工作，以至咧最近上星期嘅豐後支援隊嘅喺之後嘅呼召同埋組成，基本上都係一呼百應，體現出咧檢察院人員咧係有強烈嘅責任感啦，同埋凝聚力嘅。相信咧喺本人調任至新嘅崗位上之後咧，喺各職級人員本身嘅團結之下，檢察院咧仍然能夠咧係如常正常運作。咁同時咧，本人亦都相信咧喺新任檢察長嘅帶領底下咧，檢察院嘅團隊一定咧一直會向好。而面對保安範疇嘅工作方面咧，必須咧喺呢度先感謝黃少澤司長多年以嚟作出嘅巨大貢獻。喺佢有效嘅管理底下咧，各個範疇嘅保安部門運作十分成熟，相信唔會因為領導層嘅改變咧而出現重大嘅問題。本人有信心，亦憑住多年喺檢察院嘅工作同埋喺廉政公署嘅經驗，以及得到保安範疇員同事嘅通力合作底下，亦都會好快適應，並且咧盡快融入保安範疇事務嘅團隊。喺呢個範疇嘅所有人共同大家一齊共同服務，為澳門特區、為澳門大眾市民為市民謀求一個有安全感、幸福感嘅社會環境。必須指出咧，澳門特區嘅安全離唔開國家嘅安全。正如習主席喺20大提出嘅新國家安全觀，喺國家安全面臨目前複雜且嚴峻嘅形勢底下，必須正確把握重大嘅國家安全問題，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同埋能力嘅現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努力開創國家安全工作嘅新局面。未來喺保安司司長呢個崗位上邊，本人將秉持先一國後兩制嘅核心精神，堅持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高於一切。同時喺岑敖暉行政長官奮發同行、持正革新嘅施政理念嘅引領底下，本人將帶領保安司轄下團隊竭力維護澳門社會嘅治安穩定同埋安寧，持續加強轄下包括治安、海關、刑偵、出入境、消防、懲教等各個施政範疇人員嘅奉公意識，努力為澳門居民打造一支實幹擔當、團結合作、廉潔公義嘅可託付嘅公僕隊伍。多謝大家。os cidadãos residentes podem esperar de si? 翻一翻譯。Que marca gostaria de deixar como secretário para a segurança, quando deixar o que é que os residentes podem esperar do novo secretário? 其實咧，檢察院嘅工作咧，同保安範疇嘅工作咧，有相同嘅特質嘅。某個意義上講，因為大家咧都係咧需要咧維護特區嘅治安穩定，打擊不法行為。彼此之間咧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嘅合作，亦都需要咧相互嘅配合。工作上咧，與社會穩定嘅發展咧係息息相關。喺未來嘅新嘅工作崗位上邊，
必定咧需要咧係敢於擔當使命啦，不斷咁樣完善安全治理嘅體制機制同埋隊伍嘅建設，不斷提升我哋嘅執法嘅效率，提高我哋嘅服務嘅質量，持續貫徹咧新型嘅警務工作理念，推進澳門喺維護國家安全體系同埋能力現代化，為市民咧係安居樂業咧係創造更好嘅條件。好多謝你嘅問題啦。可以咁講啦，交接工作咧已經咧係開始進行㗎啦。同埋咧喺呢個交接上邊咧都係咧係非常之暢順嘅。保安部隊同埋保安部門嘅人員咧一直以嚟咧都係一隊咧實幹擔當、務實作為、基礎力都非常之穩固嘅一個隊伍。喺新嘅崗位上邊咧，將帶領保安範疇以主動積極嘅態度咧，全面維護國家安全、社會治安、公共安全同埋服務市民，為社會嘅穩定啦、市民嘅安居樂業咧去努力。所以咧施政方針咧亦都必然咧會有一個延續性。呢個咧係可以讓大家放心。